大家好，今日我帶大家嚟到 DX 設計館，呢度係香港設計中心嘅創意熱點，專門推動設計同創新。今次我哋要探索兩個好特別嘅展覽，璀璨霓虹同旅港維度，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。璀璨霓虹展覽係以香港霓虹文化遺產做核心，透過修復翻嚟嘅經典招牌，好似金鳳大餐廳、油麻地太平館、南昌大押同大昌眼鏡中心，再加埋新晉藝術家嘅平面同立體作品，去展現霓虹點樣由以前嘅城市象徵，演變成今日藝術同設計嘅媒介。展覽唔止重現街頭故事同工藝記憶，仲用創意同技術突破，將光影化成身份、地域同情感嘅表達，形成新舊交織嘅跨時代對話，同時由霓虹交匯推動修復教育同文化傳承，令霓虹繼續喺城市生活入面演變同煥發新生。一入嚟，你會即刻被霓虹燈包圍，展覽空間好似一條時光隧道，舊日街頭嘅經典霓虹招牌同新晉藝術家嘅創作並置，形成強烈對比。好似金鳳大餐廳、油麻地太平館餐廳、大昌眼鏡中心嘅修復招牌，重新點亮咗香港嘅城市記憶。每一條玻璃光管都係師傅手工彎曲而成，精準又帶詩意。你會見到字體、色彩同光影嘅細節，感受到霓虹唔只係廣告，而係香港文化嘅一部分。另一個展覽就係旅港維度，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，展期由2026年4月23日至7月6日。呢度透過設計語言去呈現香港旅遊嘅多重面貌。你會見到唔同年代嘅旅遊海報、影像裝置同互動展區，帶你重新思考香港旅遊嘅視覺符號。香港喺50年代仲係一個細細嘅漁港，但因為製造業起飛，好快就成為咗世界矚目嘅製造中心，紡織、玩具等產業蓬勃發展。到咗70年代，香港已經成功躋身國際旅遊都市，靠住香港製造標識、航空公司同旅遊協會嘅推廣，慢慢建立咗世界舞台嘅形象。旅遊業唔單止令香港人學識待客之道，仲透過視覺設計、文字語言同傳播策略，精準而優雅咁向全球展現城市魅力。旅港維度，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展覽就係用多角度去回顧呢段歷程，展示由50年代到今日嘅美學積累，帶大家睇返香港點樣喺國際視野同本地記憶之間，持續演繹佢獨特嘅城市故事。展覽除咗有珍貴影像同設計案例，仲希望觀眾可以感受到香港旅遊業背後嘅文化力量，思考未來仲有咩新可能，令呢座城市繼續閃耀世界舞台。睇完旅港維度，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展覽，記得唔好走住，行去展館嘅後面仲有條樓梯，上面有好多兔仔燈，係一個隱藏打卡位。行出旅港維度，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展館，另一邊有第二個打卡位。仲有一個福利啊！5月參觀 DX 設計館，記得係地下 reception 攞 DX passport， 係唔同樓層參觀吸滿3個印仔，就可以製作自己獨有嘅磁石貼啦。DX 設計館位於深水埗通州街280號，交通非常方便。深水埗站 T2 出口步行約7到8分鐘，南昌站 T1 出口步行約10到11分鐘。如
果你都想體驗香港設計同文化嘅魅力，記得嚟 DX 設計館睇下璀璨霓虹同旅港維度。我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展覽同活動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唔好錯過我之後嘅推介啦。